2526，我哋有信心去到32000幾，2年前啫12000二，去到上年我哋 double 咗啦，24000幾。但呢20年，我哋終於第一次喺公營房屋嘅供應嗰度衝破咗3萬，係未曾計。今天我哋大家見證成功嘅簡約公屋嘅，嗰度其實我哋有3萬度，仲未計過渡性房屋。亦都因為咁樣樣，我哋有底氣去話我哋要取締原則劏房，因為嗰個係一個基礎嚟。目前在全世界能夠把建築工業化做到這麼好的，只有香港一個地方。我哋2023年10月開始，到今天係19個月，我哋已經去到平頂，3座17層高。如果呢個唔係最快嘅項目，都係相當快嘅一個項目。亦都盼望大家日後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喺簡約公屋、過渡性房屋同埋整個公營房屋供應方面嘅工作。多謝大家。